爸，你莫阁讲啊啦，我无想要去选什么总统啦，我甘愿哦，做一个死人互你看啦。我迄阵台语也无讲真好啦，所以哦，阮爸一听到了后，就来问我讲：天常哦，你明明还阁遐尼少年，是安怎要想袂开咧？阿爸，你敢知影？伫即个世间，也有真济真济，也未甲死读糊头的人，因定定会来找阮即种已经死透的人，对阮不离啊尊敬的。阮死人要出山的时，我是讲要出师的时，定定会有人替阮举办法会。我是讲举办发表会，办煞了后哦，阮死人啥物代志都毋免做，就干那死伫遐就好，死伫遐就好啦。就会当趁足济迄落，用作叫做银纸转来。阿爸，这种生活，这种日子真好啊，敢毋是？我的故事就到这，多谢。